喺今時今日嘅社會，除咗我哋話要努力工作之外，其實而家已經係一個好講求創意嘅年代。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翻到嚟胡思亂想，發回人生。喺今時今日嘅社會，除咗我哋話要努力工作之外，其實而家已經係一個好講求創意嘅年代。但係喺我哋過往嘅教育裏邊，都唔係太強調創意嘅時候，一下子要我哋充滿創造力，對某啲朋友嚟講，可能都係一個挑戰。尤其是喺今時今日，我諗好多朋友咧都好想做一個 YouTuber。不過做 YouTuber 唔單止係我哋要去拍攝一啲片段，重點就係我哋有冇足夠嘅創意嚟到去構思到一啲有趣或者係對收睇嘅朋友有幫助、有啟發嘅視頻。我估計好多朋友，就算你唔係從事創意嘅工作都好咧，喺工作上高有陣時我哋都可能要開會啊，去諗一啲嘅方案啊咁樣。但係喺會議裏邊咧，經常都會係好沉默啦，冇人發表意見。原因可能係咧，我哋嗰個教育裏邊都係偏向着重嗰個左腦理性思維，所以批判性都幾強，以至我哋一個念頭、一個諗法出咗嚟嘅時候，好快咧可能俾自己咧，又或者俾其他同事咧去 ban 咗，以至喺商業上嗰個有一個所謂嘅大腦風暴 brainstorming 一個咁嘅會議形式。但係 brainstorming 好多嘅 idea 咧都好難去落實，因為慣性地被我哋嘅批判性思想咧嚟到去 ban 咗。所以今個星期我想介紹一個創意思考嘅方法俾大家。呢個方法無論係我哋做創意啦，又或者我哋工作上都需要去構思一啲 project 都好咧，都係非常適用。我相信如果講到創意嘅話，我哋一定諗起迪士尼，因為迪士尼過去咁多年裏邊，佢構思咗咁多好有想像力嘅電影，編寫咗咁多唔同嘅故事，所以呢個方法就係參考咗佢哋呢個創意構思嘅過程，喺 NLP 就被人整合咗一個叫做迪士尼嘅創意思考法。呢個辦法分為3個部分。如果你係一個小組嘅會議嘅話，你可以分為3組。如果你係個人嘅話咧，你就需要自己分別去扮演3個角色。首先第一個角色就係一個所謂夢想家嘅角色。你投入呢個夢想家或者呢個夢想家小組嘅時候咧，就類似我哋開 brainstorming 咁，將有關嘅計劃所有嘅可行性去諗出嚟。但係你記住一樣嘢，喺呢個階段係容許任何嘅 idea 出現，而不加以批評嘅。因為如果一有批評嘅話咧，就好大機會咧打斷咗我個思路，甚至因為人害怕批評咧而唔敢提出意見。好啦，當你想到好多創意點嘅時候，所有嘅創意點係因應你嘅計劃其中嘅可能性。咁諗咗呢所有嘅可能性之後咧，就交俾第二組，第二個角色就係一個所謂現實主義者嘅角色。呢個角色諗嘅係咩咧？佢係現實主義啊嘛，佢就係諗我哋所諗出嚟嘅可能性實唔實際，同埋咧，要實行嘅話，需要有啲咩嘅行動嚟到去配合，以至咧可以達成嗰個嘅主要嘅目標，亦都去想去現實地去整理。然後之後咧就交俾第3個角色，第3個小組就係叫做批評家。嗱，所以記住批評永遠係最後出現嘅。批評咧就唔係因反而反，而思考嘅方向就係喺現實主義者諗出嚟所有嘅行動計劃裏邊，有冇一啲地方係可以做得更加好嘅？呢個計劃有冇啲咩問題？同埋最後一點就係有啲乜嘢需要改善，亦都將呢一啲所有觀點去提出嚟。提出咗之後咧，我哋就再交翻俾呢個夢想家去因應批評家提出嚟嘅觀點嚟再去思考所有嘅可能性，然後再交俾現實主義去評估。落實一啲咩可行性，然後再交俾批評家嚟到再新去思考。
你發覺經過咗2至3次咁樣循環，去夢想家、現實主義者、批評家3個步驟咁分層思考之後，你會得出一個能夠可以知道點樣實行同埋能夠達得到嘅一個較為理想完美嘅計劃，係咪好有趣？所以如果你真係需要創意嘅話，不妨試下呢個方法，效果點樣？希望你能夠翻嚟喺下低留言話俾我哋聽，讓我哋能夠真係運用我哋嘅創意，讓我哋都能夠有一個開心快活嘅人生。今集嘅內容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歡今集嘅內容，請你喺下低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同埋撳埋隔離鐘仔，咁有新片發放嘅時候就可以第一時間通知到你。我哋下集再見，拜拜。